这个培零件实在是可怜啦，无零件啦，零件大欠收啊。我咧培零件培要家己安尼吼，今年愈上缺陷咧，都无这零件啊，还是咱就近咧平地绝对拢全部较济，高山伫较深山，咱就是今年咧培即家子的时阵，毋捌拄着即款情形，毋捌拄着即款情形安尼，所以今年算讲险去长火去啦，真无容易有去找着即杯当会安尼，虽然价钱有较贵来讲，但是无要紧，咱就为着咱的客户来专程来做制作着即杯车安尼。咱冬天暴热浸米糕是讲泡茶或者青食但是囡仔要食毋好食伤济啦，食伤济啉茶落会冻起来较危险莫食遐济，互囡仔食着趣味就好。大人是这通来泡茶若毋加酸毛筋落来食，对咱的身体真好做，这个好做帮助。炖米糕炖起来时阵寒天囡仔搞着别免惊会起带着真好用就对啦。这个咱做中药中药这个就说毛有个主要来说嘛，会去染着一寡咱这个人间花、人间肉有这个足好处，多安尼就对。咱查某人啦，未来这真补真好用，真好用染着这个咱加酒落嘛足好就对啦，这种会染去冷水免惊讲囡仔有囡仔会去咬着真好用咱对行就是爱热姜茶，无生铁茶，这电的茶行的时阵汤度或者较厉害，就是伊个是过2、3工就吃过3个月较济。但是我即摆做这做法的时阵免惊讲会去影响到这生菇，因为进前培好剥起来了后，经过1礼拜，即摆再过来甲翻培落，所以一放较久就免惊讲生菇。这个物件就是讲，咱今年拢无啦，今年零件会使完全拢无对啦，这去内山买出来只要价钱嘛无哪真俗啦。所以今年这零件花、零件肉拢较稀少你像咱的面共款，咱的面的时阵无这货，所以去钓在较悬咱这嘛是共款啦。这是共款完了无货。这是淡的零件差不多3斤在大量大，拢3斤到5斤大。3斤大来8瓦像差不多8瓦呢3斤到8头1斤所以这个工作真过程算讲真正或者这个真正比较贵啦所以一寡咱爱用者买我这个物件，请你放心主要来保证你更1年以外，慢慢的生活。